在耶穌的12使徒中，有一位特別的角色，那就是猶大。猶大並不是一個平凡的跟隨者，而是以出賣主耶穌而聞名。他的身份原本應有的光榮，卻因為背叛而蒙上陰影。猶大的背叛讓人震驚，因為他是一位使徒。他與其他使徒一同生活，卻在暗中規劃出賣耶穌的行動。這不禁讓人反思，究竟在我們的生活中，又有多少人表面忠誠，背後卻在圖謀不軌？今日教會裏，或許也有一些人表面上是基督徒，但背後卻在進行不法的活動。這些人在教會的社群中隱藏着一種摩擦與衝突，造成了許多難以察覺的問題。猶大的故事提醒我們，在信仰的旅程中，忠誠與背叛是人性中永恆的掙扎。每一個選擇都能影響我們的信仰之路。我們必須時刻反省自己的內心，抵抗那些可能導致背叛的誘惑。猶大的背叛教訓我們，信仰需要警惕和堅守。我們每個人都應該以猶大的故事為鑑，檢視自我的信仰實踐，確保我們的行為和內心都是真誠的。只有這樣，才能在信仰的道路上持續前行，抵擋外界的不法影響。